各位聽眾，各位在韓人都來收聽新，本來學見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要講嘅話題咧，就是要講個新疆個嘛。新疆個人拜提講係物件，特別話唔係講人嚟講就係啊。我這禮拜我咪講要拔面，要拔金冠，拔金冠就是講讓本來學見有一個佚佗隻物件，就是講每個你金冠做這個 A，還是要金冠做 B 啊，喺度經。你尤其是講一隻韓國經嘅物件，可能經啊。所以這禮拜咧，貴嘅 episode 就是講緊係金冠嘅，未特特擺落雨唔是人，什麼咩咁？你今晚要食，要幫我去拉三嘅砧板呢，還是要去炒波明白？誒，我今日去炒波嘅吧。是啊。OK，所以當今天我帶介紹我特別嘉賓嘅先，特別嘉賓呢就是老趙，我劍弟歡迎，我劍弟。Hello，然後，哎呀死！等陣啊，真冇。喂 ，Skype with me 冇你下。哦 ，Skype 3，OK，there you go。當今個確定 ，shit！我哋見到 computer 啊 ，computer 老師 accidentally hit the launch program 啊。這幕叫冇撳運咯。我是杜蘭咯，不，即。咱講嘅撳完咧是看，咱為這是咱嘅 game 撳完嘅 game，咱特人想笨笨啊嚇，你要問嘴啦，然後甲你要問嘅問題是蝦米物件？然後 game 成日可能，你定到特別勁啦，你特別勁一項，所以你會 set 個講 OK。你望背梅話就是講 OK 阿 John， 你咁慣去炒波嘅幫曬咧，還是去幫曬到啲啊垃圾嘅砧板咧？我咁咪去炒波嘅幫曬，我特別經濟啊！然後你拿康考笑咧，就拿康考經就拿好。你數每一個人呀，每教到人啊，上嘅問題，上嘅問題每教到人哦。你哋看到，你哋知道只人無上嘅。無相誒 background，係感覺要做物件是無相。啊。OK，當下，那有沒有小掉？介紹介紹人會。唔，sorry producer。四百九啦，490係你。大家好。哇！我知我係 chocolate chip cookie 我被死啊，等於計氣。แล้วก็เราเจ้า應該點？大家好。應該點食飽未咯？食了 ，actually 人差不多要去食暗頓了。人食暗頓，人冇到處食。無，我當晚食啲厝了，睇下。我係內過來嘛，我係數，我係伊人要行，我係順亞對去大澳嘛，我順亞去大澳這邊，所以要踹，伊踹對去大澳啦，所以人大甲我一個拜六禮拜。OK，แล้วก็โปรแกรมตี啊，全部都爭嘅โปรแกรมตี。係咪先？你我有一個姨有一個位我問到我甲你講，我姨有去一個位，伊特擺去我唔知是叨位啦，特別。伊買博劍啲爭啊？博劍啲爭。哦 ，OK，夠啦講。真正歹找。哇！真歹找啊！แล้วก็老姐毛毛菇，幾亂呢？大家好。冇亂啊，見之。見之個冇亂都冇樣看。豬隻咧，豬隻真怪啦，見我真怪了。豬隻是啊，咁了。一見 join 就去砧板證。伊是三文毛毛菇，伊沖水嘅聲。แล้วก็未使講可能。Hello。係。這樣快，先行嘅就是冇玩。OK，然後實應聲，亂撳完，
咁我講實嚟嘅，當咁話咧，我只是聽到人問嘅，所以我 repeat the question。你咁話食曬啦，特別伊 taste，對你腦 taste 成個隻激嘅呢？還是咁話隻激，特別伊 taste 成個曬呢？很矛盾咧，很矛盾咧。特別食晒啊！食啦，只 cake，對你咁，特別食晒啊！特別你食時成個都食曬呢，可能喎。耶加後嘛。不，John 錯啦，John，你激應該係按臭豆腐啲那邊。豆好食哦。豆豉啊，炒豆腐我都敢食。喂，啷咁樣食激，特別你食時成個你啲食條曬可能。係啦，啊，我哋食雞啊啦。特別啦，你是想到自己特別話你食時，你食條時是成個曬嘅地上。你咪按照邊處處把食曬過？誒，人 common sense 嘛，大家食激啊嘛，如果食晒波多會甜嘛，大家佢家己激喺你味波多甜。所以你咁樣食是傻嘅咩？啊，點解咁樣要食你曬特別係地上激嘅？特別誇就晒喎。我就曬特別食是食 chocolate cake 咩？哇！呢是diabetes 食晒啊，是唔是？特別啲食晒。特別啲曬就正嘅。OK，啦，別人問先。你咁運拄着鬼，還是咁運拄着 alien？我哋本上對啊，不冇，拄着 alien 較好。拄着 alien 較好。I think 拄着 alien 較好。鬼我聽就係告訴，所以未必我咪讀到 alien 嘅 experience。啊，特別你是讀到鬼較驚咧，還是讀到 alien 較驚？是啊，你唔知個 alien 做到係咪喎？鬼我嗱啥個未做到咯，但是講 safety sake 我咁樣讀鬼。有。一般減啲，你買啊，你買物件，你若是上好時啊，老實講是真正淺嘅物件，你知無？你知係咪事無？聽無到，但係夾到啫。哦，我講，你買嘅物件是你若是上好時啊，是真正淺嘅意思，你知係咪事無？最少咧。你是講，你若是要拄着鬼，還是要拄着 alien？啊？拄着鬼呢？是講你死嘅時有個一個 life 啊？嚇，個世界啦。means 有 afterlife means 若是有 afterlife means 有提供了 ，OK？呢是整個 proof 嚟款啦。你若是拄着 alien 啊？你若是拄着 alien 啊，是 totally opposite 咯。特別未講喎，未講喎。 In theory 啦，in theory 啦，because in theory，你看宗教嘅人啊，宗教嘅人常講，宗教嘅人講，咱嘅提供是干那做人嘅。伊無講安尼，伊就無講無做 alien，伊無講。安怎？你去看你冇問啊？人嘅提供是人嘅款式，人嘅形是提供嘅款嚟。嚇對，特別無代表講無 alien 嘛。Yes，伊干那做人嘅，了，人嘅耶穌是死何人嘅。佢你是宗教是講安尼，特別伊無講God 無 create 百行㗎。alien 你都唔知係咩嘢嘛？伊就是無講啦，特別我係 theory，我係 theory。宗教講有 angel。God will create angel，但係 angel 係咩啦？我都唔知係咩啊。我聽我 theory 呢度唔是亂咯，亂咯，喲。That's why 這話題好就是人哋看你一直 generate 價值 conversation。OK。誒，moment 啊，講做多一個 planet 嘅嘢就當叫。真亂講啊！誒，冇換呀，伊講啊。我知換呀，特別 planet。Masa。喂，我 theory 呢？是呢，伊唔是就講我 theory 是講我點樣網站冇上，
我係 theory 是想講，因腦裡是想這個物件來，頂到誒較早誒古早誒人啦，伊個 civilization 較早誒人咧，未曉 process alien 嘅 existence 啊，所以人 process as ghosts as spirits 啊。要較新嘅 modern 嘅人有 scientific background，你都會 process it as alien 啊。所以有可能兩項鬼其實是有可能是 alien 嚟本。了用咱家己嘅 imagery 啊，互咱看到鬼啊，看到啥只人啊，可能特別是鬼啊，伊是伊人影響你想到呢，可能物件。係啊，咁了是 alien 呢？特別啊，鬼嘅啦是 alien。特別你那是相信 Einstein 嘅 relativity 嘅 theory of relativity，你未可能拄到 alien， 因為伊上遠，你若是會走更快嘅海啊，你本是真濟年，一千年一萬年本都冇被教育你把你所在。伊人來，相本，伊人嘅 technology。你若是在條氣上快嘅海，本是真濟萬年，你本是被教育把你所在。OK， 特別你若是氣上快嘅海呢，你會當呢靠個 infinite， 你知冇？你 mass 氣靠個 infinite， so 每來是講你被冇可能你會氣上快嘅海。OK， 所以有人講有別個 theory， 你會out 啲space time，OK， 你 out space time 做 wormhole，so 係咪Einstein Rosenberg bridge， 特別你要安怎吹安尼看啲物件，你要安怎？佢冇人講哦。所以來是講未可能就alien。啊，未可能嘅嘛，你未拄到 alien 就死啦。了，嗰一項呢是，你安怎知 alien 嘅 civilization 會發起來，了個死，你人也未教本，伊人就死了。OK， 人本是想，人發起來，人 become modern， 人 become 真正係咪鬼啊？人是唔會來死去嘅事。話你 alien 嘅 civilization 佢冇 evolve 過，你係明白未？所以人嘅 separation 是會甲點上嘅 separation 相借，就冇來是未 alien 是未拄到嘅。係啦，然後見大佢就肚子大啊，佢。我唔知。啊 ，Hello，繼續來，這是。我機關槍，我是最機關槍，當人講話就你話先真係。真係人啊！我跟住來嘅。誒，但係我都是阿咪嘅哦。波金灣，波金灣，唔是波金灣，波金。哦，波金灣，波是成個人波，然後就 OK，當波啦嚇，那個博膠，可能你是真正是嘛？特別我貼邊。但係我聽到一個鬼嘅故事，夠個死了。嚇？但我聽到比如講鬼嘅故事啊。哦，無你講。我上面聽嚟講嘅，無你了起啊。了，嚟講下，別緊講下。我但我是聽我嘅朋友講用31號嘅事啊，即係12個月31號嘅事啊。伊就講伊個往白白去外口飲酒嘛，係了我對啊，開始我對啊咯，係了我嘅朋友樣就幾拿嚟啊，就生氣嚟，係了後伊就幫我一個朋友對。我係叫朋友對嘅時咧，但係伊就是甲我講咯，因為對嘅時啊，伊唔一樣。你但係係即個時啊，你看到有人甲我白白坐電梯去哦，甲我坐電梯哦，啊了人就講，無去注意看到。特別我係個朋友咧，一直講可以看到有兩個查某對了伊，
坐 lift 去，開始講伊食醉啦。了，用我攞到問伊是穿咩衫？伊穿一個穿紅嘅，一個穿白，安尼款，就去咯。去個伊個厝嘅，當時是伊就開門啊，伊就衝入去，伊就要去拗了。然後伊就愛衝去，當時是啦，伊個一個 roommate 啊，就佇kitchen嘅位，伊就甲伊個 roommate 講，加鎖門者，安尼款，然後伊加鎖門，伊就走去 toilet 位去拗咯，然後過拗嘅時就無合小嘛，然後看伊行出來嘅時，看門無鎖，伊就家己行去鎖咯，嘛才前幾日呢，前幾日嘅時候，伊人就直接講。一叫查某嘅名，有一個查某啦，伊甲我朋友打到厝空頭起來咧，款嘛。然後伊就問，伊就講，迄叫查某名叫Mickey 咯，咱講叫 Mickey 咯。然後伊講迄叫 Mickey，到底是個一個？然後我朋友就甲伊講，迄個伊羅咩就問，是毋是電視迄叫你厝轉來嘅地頭毛嘅？然後我朋友就講起嘛，就講我名。因無迄叫長頭毛嘅，但係我厝底是長頭毛嘅，好安尼。你講無啊？因電視是講你轉來時，你叫我鎖門嘅時，你毋是厝一個轉來咩？因無啊，係說一人轉來呢，安尼款。你講吼，因你叫我鎖門，我實講你叫係叫查某鎖門，咁咪屬於啲結準嘅事啦。伊看到係叫查某，因伊轉來嘛。伊就開門咯，有一個迄個查某徛伫伊後背，伊看到伊真啊清楚樣，一個底下毛誒，伊成個人因為伊無make up，伊個人成個較清純啊，係怎講啊？較清純啊，伊無make up喎，然後講吼，伊行入來嘅時候，伊講伊加鎖門，伊成講伊羅咩就成講伊叫迄個查某鎖門，然後伊羅咩就聽到講吼，伊門有影有鎖。安尼款，你無說小嘢嘛知道？伊就講迄個，伊就看到迄個查某影啦，行入去伊旁邊去啊，伊就無管伊咯，伊成個厝空頭對來嘛，然後伊講早幾日嘅時，伊就講咯，伊講迄叫，伊看到伊是真清楚知哦，伊看到伊吼佇門嘅位嘅時啦，伊講以前用咗一個 bag 嘅。用啲 handbag， 用是一個鐵鏈嚇呢，你一個背嘅頭毛，你看都知喲。背安怎？你小英個。伊上個你講啊，很天你講過。伊肯伊隻頭毛嘛，伊頭毛低嘛，嗱伊就肯背頭毛肯。手機伊啊對。你講一對嘅，其實我朋友講都蠻好啊，樣子就是係啲問題啊。你同我講我好講對唔對？如果伊唔敢轉厝啊，如果原來伊一人話伊唔敢轉，我講冇幫下，我講有可能你醉啊啦，你醉嘅事啦，都人人曬咯。我咪แล้วโอเค講。但我實是看到這點啊。到嗰邊呀？嚇？到嗰邊啊？你去個 house 啊？你冇叫伊嘅 friend， 冇叫伊尋伊嘅 friend， 真濟人啊，我唔敢叫啦，係死咯。你就叫姐姐，快飛過來啦！我這入位呢，我都這入位。我聽講嘅是伊聲，應該是伊啦。夠潮啦！人是真聲聲嗰啲，變嚟學見。啲啉酒啊！啉酒冇計時啊，對。特擺地教啉酒就是。了 ，OK 啦，講得對。同埋你撳過咧，講啷撳完，只是人無 girlfriend 無 boyfriend， 還是撳完不掉隻鬼嘅 girlfriend 是 boyfriend。哎呀！特別你成個即係 relation， 特別唔是意思你想無想 space。貴嘅偷字嘅意味。我只是人無 girlfriend 啦。
咁我知係啦，啦。咁樣自私啦。咁樣冇啊？咩 friend 講？我咁樣貴嘅 girlfriend，嚇咁我估個 friend 係結過情，我是背晒唔係講，四百九。我講。哦，咁我估個 friend 喎，就 lonely 算啦，你等於個 friend。啊，係咪？每日朋友無較好啊，未死嘅。係啦，嗬。咁對路啊，你去到落半嘅對路你嘅。去看戲尾段俾一雕呢喎。是啊。你個隔邊啊，講話嚟看啊。哈哈。啊。係啊。然後人是做路呢，你嘅叫路係貴嘅朋友去做人嘛。呢兩個就笑嘅咯，兩成個都笑。佢哋介紹咩咧？啊，靠後面笑咩咯？我介意講 kiss 咯。而家愛啲笑。已經死了。你幾時係講 already？我已經死啊，咩呢？已經死間你是咁夾未啊？間你是？但係你特別伊係知大咯，你叫我定住住個人講你。大佬，而家下定住你學到時住一下 helicopter 啊 ，helicopter 講啊。哦，伊半喇叭嚟啊。對。半喇叭對，舉半喇叭。helicopter。都笑未？打。個住個女成啊 ，OK， 結果情況當時梅掉，但係你梅隻 question，隻 game 啦，我梅 look up， 呢個 C 咩數 ？Hello，我。會聽。Hello。聽到。會聽。哦，要春皮了啊！睇到就要春皮了啊 ！Oh my god！ 哎呦，我嗱，人要出去食了 ，sorry 啊，阿 John，我就要去了。阿 John 聽未到嘅。拜拜。阿 John 聽未到。拜，講掉。拜拜。OK，你講伊聽，我就要去食了，講下其實。OK，拜。什麼事？一定呀！一聽無到人講話啦，特別人個聽到講話。你見過咩？點解水車未掉？唔知一個朋友啊。講啊，你喂 memory card full 咧，紅險。哦。你真走啦。我錄切嘅了，一聽無個。聽無個。message 啊。來啦，成功，嗱是講直接行咧。已經即是講發露絲了啦嚇，都做手術了啦嚇，發露絲，係咯，你掉暗絲嘅時係縮絲，掉暗絲是我今日縮絲啊，吉堅縮掉，如果縮掉，縮啦廿電嚇，廿電縮還是掉暗？哇，掉是用電縮啦。我一點冇幫過喎，一點幫一兩招呢喎，你笨，你看你啦，係啦，你隻牛嘅啊，我是看過那個了，我直接扮電嗬，見得你面死時候就係看死嘅頭會大嘅。點的是掉暗是歹看，掉暗是像指甲出來，啊，他們是你講，他們是掉暗，掉暗hang to that 啦，係啦，你看掉暗啦，係啦，hang 啦，掉暗，我經掉暗。掉暗只勤苦嘅，你日自己出去了，自己拿我看未痛苦啊。係個未死嘅時候，冇勤苦。哦，掉 after 掉了未死就自己死咯。夠啦，自己嘅咩？要容易嘅嗰啲嘅壓啊，假如係自己死咯。掉係啲白多then。假肢就是你看戲開謝啦，假肢未死嘅啦。你做鬼嗬，前作死嗬，你哦，你係蝦冷冷潮，哎呀！
我叫阿媽嘅弟弟有冇知啦？未使講一頭毛個爆炸嘅啫。潮，你冷嚟蝦冷潮。一來潮就抽一打，actually 啦，那是你講農莊啦，我看迄個 documentary 啦嚇，雕暗嘅咧，加雕塑師嘅咧，伊樣農人嘅農莊嘅司法嘅 pattern，伊人嘅看，伊人嘅面啊，是差唔多像嘅。目睭拖，舌拖。本是面惡แล้ว除了是頭毛爆炸嘅冇爆炸嘅咯但我啷時講咪 repeat question 就我冇聽到，我嗰時撳慢咗試啊，冇學到驚發學到驚攞嚟試，你愛調暗時嘅是借教伊做電索試，借教伊學電，對，我話殺掉唔使勤苦。我講成，我嘛講成，捉掉就勤苦。未抽佢啊！你刷掉嘅時本冇 immediate 試啊，你咪是開始打力我咧，特別係你是未講錯啊咩？佢真個聽啊，burn 啊！因為目睭慢慢 melt 去啊。痛苦。你諗每一次個 question 個係咪物件，但係我 miss 掉去嘅，我 memory card full 啊，係嘛？應該講走而家。試嘅時按咗排過。應該講睇看嘛，作電視做鬼愛嚇人未見。人笑啊！你嘛？แล้ว掉暗時是指甲撈出來。係個字人個嘛嚇人。使就嘛是出嚟。係啦，先正死啊呀！笨蛋呀！我有一個問題。你咁玩大啲 Star Trek 嘅世界，還是 Harry Potter 嘅世界？哇 ！Harry Potter。我咁玩驚 Harry Potter。because 攞你本係 teleport 啊。想 Harry Potter 嘅 magical。Harry Potter。係咯。我嗰時講係。愛用你愛用laser 本可攞你本有 laser 喎。是哦。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ก็ in term of 水啦，我感覺到係你 castle 嘅水啦，我感覺到 castle 大咯，我唔愛大啲 spaceship 裏邊咯，冇物件食，睇下 microwave 嘅。呢個是 microwave 咩？唔是講嗰個係咪等於到出邊啊？冇都應該講 Star Wars 還是 Harry Potter。OK 啊 ，Star Wars。Star Wars 嘅像 Harry Potter 嚟講。Star Wars 就擺垃圾呢？啊，嗰時係。Hello， Dusty 你好。係啦。個垃圾頭款嘅謝石得嘅不結計要血膽嘅垃圾地。係咯，對個作嘅屎啊！特別係 Harry Potter 佢是落海喎，成日暗嘅喎。Harry Potter 是個。Cloudy 嘛，對咧。伊有 devil 來時，而家有 bomb 嘅嘛，伊冇來時都冇嘅。冇啊，英國是佢隻 cloudy 嘅咧。哎呦 gloomy 就擺落海。就個愛落，我買落啊咧。OK，就講啦，啷咁玩咧？咁玩抓提示啦，咁玩抓是咁玩零。零。咁啦，當見零嘅人講咪抓人講咪零。No，抓嗬係蛇仙，零係蛇仙。蛇仙係咩？哦，你切配啊？嚇，即是講個低啦，成牛皮仙。誒，但零嘅是但唔係蛇仙咩？咩陸生I mean 零嘅提示蛇仙嘅咩？是流汗嘅蛇仙嘅咩？我唔知哦。蛇仙啊！蛇仙哦。
係叫咩嚇？是咧流汗咧，及掉就就是咱抓誒，到底當今到底抓weather 人個咁晚未抓？我489啊489，這不是誒？會使寫位，係咪是三類誒？免開嘅。咩啊？如做 TSC，如拎 TSC 出去，愛 standby 如嘅 jacket，嘢零衫係咪啊？真係貴啊！特別如做 TSC 出去，干那隻嘅 T-shirt 加褲會使了啊！喲，但係啲天上衫冇表緊咧，講咧，是啊，我冇咁揾。講咪少類。特別淘寶版喎，即版。誒冇啊，我冇借啊，講咧。淘寶8個塊就有了。我感覺熱天時啲洗衫嘛，冷天啲洗大衣衫嘛。真係件事人人洗衫，我就是講熱天。我以為你先係佢啲洗衫，冇洗衫就拍衫。如果拍衫落河時佢就鬼死佢。Yeah. 拎其他行看啊！熱天我哋能加頭毛，我有 question， 我有隻 question。OK， 其實講啊，你是無課程無停衫啦，OK？特別嗬，你有一條短褲啦，嗬，你兩條短褲不是垃圾啦，一個短褲咧是浸着。係你神巴係水啦，你打了啦，你冇通洗，你冇通洗，打了咧，特別冇通洗，條地殼咧，你浸着血啊，人嘅血啊，你洗嘅血嘅了，你 human body 嘅 bio 啊，不是打了啦，呢個地殼，你I choose a common thing。神巴拍節啊，冇拍節。我驚神巴，我冇驚神巴。神巴是神巴，神巴我都唔緊。神巴係水是只泡湯啊！你乜去扮身啊？你凍就扮身咧，神巴係水。係神巴係水。有我哋人嘅血係咪都唔使要 carry 咪 germ 咪。係啊。神巴。真係叫佢。有呢，神巴係水是個 OK 個，係咯。即係 virus 呢？我驚冇驚嗰神巴不是人走曬咩？唔該嗬，唔該我古早我捌即時講我去 market，แล้ว我有顯起一擺啦，我別擔啦，我顯起，แล้ว我個人啲頭殼位我困掉喺湖嘅水位啦。So sorry 我笑。所以我 imagine 佢就啲海鮮嘅。我感覺到好似我感覺到我家己上家係啲湖嘅嗰海鮮嘅可能，我攰咗頭殼咧，我half body 同埋我阿妹頭毛我嚟殼，咁了是湖水嘅了。有湖水。แล้ว我自我去我車時一個冇學我幫古姐，แล้ว我個地了頭殼位，แล้ว我頭殼頭處嗰條水嘅了嚇。แล้ว我感覺就是少 OK 啦，少未夾帶喎 OK， 我是 emergency 是我是講你神巴水是 dumpster 係並水出來。OK， 撳完滿。係咯。仲唔知係咪 biohazard 嗰隻嚟？唔該嚇，你講係你嗱血啊，你 body fluid 嘅物件。OK， 我把路頂個禮拜我去行過一個巴薩，本來 again 嗰陣是巴薩，然後我行過 public toilet，伊阿妹嘅爆炸噴出來，然後我冇看到，我打落去啊，然後我卡有條兩條鋼弓，然後住嘅使個布袋仔實有鋼弓啦，然後我卡到黏，然後我行巴薩，我個誒我打條水嚟講，應該是 normal 嘅水啊，特別我卡實夾帶了 in 10 minutes 入邊夾帶，所以我咁環境三把水，我不愛經細水。我想下講咪嘅近靠啊，勁啊！我近開啊！我來，
如咁話啊，開喙嘅是使出來，還是如嘅卡喙腔會使感覺味素？有 get 到，講嘅你是你今日用嘴幫使，還是今日用卡嘴食飯啊？唔是，如咁話，如嘅喙哦，你 feel 到你使 taste 到你使啦，你幫使是？啊，如咁話，如咁話，如嘅卡喙腔有 taste bud，還是如講話，還是開如嘅喙嘅是使出來？特別你 taste 哦。使出來 from 嗰個喙。有你哋笑，你 taste 我呐 ，taste bud 我是有個啦。攞你冇使啦，意思講。上個普通啊，特別如講話嘅是有使出咯。我使嘅味啊。使講使出來。使。所以你是講你是卡嘴狗。你開嗰個喙嘅是啊，那攞你唔 choice 㗎啦，你 choice 㗎啦，上岸咯，你咁唔使喎。係咯，我 connect 特別做嘅是要開喙呀，有使出來。你咪說我今日卡出 taste bud 咯 ，at least 別人個未看到啊。你 anyhow 內行嚟講，唔是 taste 使嘛，所以你今日你卡出 taste 使佢你喙 taste 使嘛。啊，是啊。攞愛做呢樣。啊，哎呦！笑係。但係咧，講你今日愛用你卡嘴嚟，你食物件是用卡嘴康食，還是用到啲嘴幫使？卡嘴康食，但係是食飯嘅時候，出去外口嗰陣，你未知還是特別偷你靠。用下去，佢真係 get 你掉。嘴幫使。你今日到廚房使嘅紅餅啊，嗬？啊，較方便，then 其實有咩辦？啊，看無世界嘅人會使點使？配啊！後使。特別啷個？誒，啷個估下？我係 recording 琴日，我唔就我落落估啊。啊？冇估你啊，仲冇估啊，先26 minutes 20 minutes 喺度嚇。OK，แล้วOK。我一個 realistic，我好一個好 realistic，一個咩嘅？如人驚啦，咁運斜咩好咧？嗰時咁運聽未到好。啊！哇老誒，聽未到，我今日聽未到。我真係熟得聽 music 誒。就是我是想到 because music 嘅話係跳歌，所以我較看搞笑。真係勁啊！shit，咁樣車名是咁樣抄起人，會教哦，有會教哦。冇會教，未聽到是未看到，然後咱是講啊 ，yes。我咁晚未聽到。未聽到。世界真亂。咁特別成個你聽未到人講話咧，你無會教咪是聽未到阮嘛，你咪別個人溝通阮。有人會講嘅。有人會講話，有人會講。嚇，有人會講話。yeah。抄魚人咩啊？特別抄魚人嘅人啊，伊人會曉，伊跳舞呢，伊聽到 music 呢，伊 vibration 嚇，人會 rasa 到 vibration。咁樣車咩？咁樣車咩？哦，你咁樣車咩啊？咩意思？我抄魚人嘅是袂使落掉變成福建啦。哇，有一邊咧福建咯，喲，太感動啦咯。太超啦！等我想下啊，經未掉啦，經未掉，掉佢經啦，即係日日都俾經一行。I think walking，你有看考？我想看every day。
無看到物件真坎坷的話啦，啥？聽袂到，我驚你聽驚袂到。咯，你做下咩物件冇坎坷啊咁嘅？經我請咩嚟？你咪蘑菇嚇，跟你講蘑菇咧？係啦，我驚。我咁環境請咩？Because I feel like 講就話俾 explain 俾聽就係。Because 你嘅經驗貴啊，你就係講actually not as bad。唔貴嗬，看物件是有陣時會假。有偏路的物件，但你聽物件，甲你心是，I mean，上加是伫看物件，所以是會較真過，你用目睭去看某一，I mean，一個 image。會簽冇？簽冇明白啦，簽啦。安怎啊 ？OK， 咱go on 先，我想一個真正好嘅 example 互你人。OK。讓我去經過啊。I think 我們是經我經背抄戲啦。經抄戲啦。我咗那是講我抄戲啦，講我邊咧學見到冇啊？是哦。特別，你就寫一個 translator 嚟讀。特別 maybe 我係做 sign language 咯。sign language 上本嘛，咗，若是講你 sign language，OK， 你有了，I mean 前面嘛是有係 braille。是啦。特別你 I mean broadcast 人，我個特別若是講我未聽到咯，我未聽到，咪我未 produce 我係 show 啊喎。然後我按照做我 podcast 嚟講，我按照我就會出字咯，出 PDF。哎呦！呀，別按照蘑菇，特別嘢嘛，你是咪寫咯？我寫咯，寫很khó嗬。translation 嚟，你寫咧是你計滴嘅咧，寫嘅物件，個嚟 convert 去 braille 啦，就有啲 electronic 嘅 braille 咪是。你想一地，伊自己出遐接接啊？對，也對。你有哦？你唔捌聽過嘅，你有一叫雲啦，做講到長人嘅公司嘅位咩？伊都袂曉聽，伊人講長人話嚟Mandarin 啊。然後伊去寫一個 algorithm computer 嘅位，伊 coding 啊，伊 code 一個 program 出來。然後伊是 auto translate 咋，伊人講係咪 Mandarin 嘅字，伊 auto translate 互伊 to English。嚇，做下嘛，even 你聽袂到，你會使想甲做一個 program that transcribe 寫講寫物。我 production 很khó啦，想我未 edit 係咪更khó咯？未聽到。而家是要叫於我做。都是拍白手咯，嗬。有意有嘅好，無嘢好得了咯。OK， next。其實我捌想過即個問題啫。特別我想到未來我無按數，我講到我得了袂使無，係咪有時啊？特別咁悶咧 ，of course 有聽經㗎啦，咪是會有㗎了。Okay, look come okay, 這是愛水人啊 ，OK 。look come 無頭毛，聽落句。還是無白白毛？唔是，無嘅較好。係無嘅。咁無頭毛是無嘅啊？我無頭毛。冇頭毛啦，我是講冇嘅，未使勁你大家就記你就按怎冇嘅嚇，所以我今日冇頭毛 ，even though 我食愛水，因為我驚食佢話愛水。High five。有人驚今日頭毛？我今日頭毛。冇啊。機關槍，我今日冇頭毛。你今日冇頭毛，冇人食。即係愛有刺激啦，冇頭毛比較緊。哦。我不想啦，
喂，你今晚冇頭毛，係唔是今晚愛頭毛？今晚冇頭毛。愛都是愛咩？愛手機啦，唔係愛頭毛啦。今晚愛手機。愛手機。隔了人啊，整隔了人想下。誒，你冇手機啊？你講我們真奇怪。老紅老紅。二哥好，阿爸。阿爸係啊，阿爸係啊。我解講啊。各位阿黃老餅學嘅嘅夾薄。以前冇變嘅。個借你爸都黃木工面咁講更忙。未奇怪啦，未奇怪。我爸古早嘛是無出去嘅，伊頭家是講話嘛 OK。是咩？我第一聽到冇變嘅。無節呀，啊，你講話很好呀。廣告之類的。嚇，來。佢笑。女人咁環境愛情，嗰是落地包。包係咩？落地包係咩？咩落地包？落地啦。surviving 啦，你 basically 有累嗰時為咗愛情，為咗累啊，啊。嚇，落地包。愛情，我落地包係 sugar daddy 啊呢？唔是啦，唔是 sugar daddy 啦，所以imagine啦，你有趁食還是無愛情啊？因為你無趁食，有時你個不到腰，你有時無累 struggle，然後那特別你有愛情啦就。我有可能經愛情嘅，我有可能聽到細漢嘅時候，個少年時我有可能是講我有累就好啦。當今啊，較老你個再講往時有累啊是買袂到嘅物件，係你嗰個 hopeless 係咁就掉。OK， 我咁樣經，係咩啊？係嘛？愛情，我唔知。有時啊，有時歡喜啊！我咁樣有時歡喜，有時。我咁問你當今日你心，你辛苦嘅坎坷嘅物件啦，有當時你頭腦是心歡喜，佢心咪講下，你會袂記起嘅。你若是講你趁食飽，趁啉個杯健爽爽好，你心就有一支啊，開掉是應該掉到邊。係咯，你無愛情，爸個月上物件喎。啊，哦，你無愛情，點會會黐咧？係咪？你冇去 love， 你 someone you never love before that person。唔是講 love that person， 你是就是講無你感覺成個就 lonely， 然後就一人咧。because 人較濟人啦。無似嘅嘛，無 feel the hurt 嘅嘛 ，because 你無愛情嘛。因無愛情唔是講 hurt 無好咧，愛情 hurt 掉你咋？無愛情就係講 without。愛情咋？什麼你無成講，你感覺到你自己是一人咯。孤獨終老啊！孤獨終老啊！特別愛情。我講講過，你咁玩下，會有一個只相對了你嘅愛情，還是咁玩無愛情，特別有好嘅朋友人咯。愛情有好朋友，無人嘅愛情咯。你咁玩有一個。對你只中嘅愛情，邊有無朋友個了，還是無完全無愛情，無人屬甲你，無人你無 relationship 啦，特別邊有你愛朋友。邊有朋友？他們是中是咩？哦，中心就係講，所以你成日 loyal，一下被騙你啦，你當今就是講成個你 forever ever 甲你，特別你無朋友做一還是你咁啊無 partner 做一in life 特別，但係就無很正上班，無攤係咪嘅了，特別成日然後爆起來就掉嘅了，收起來嘅了。愛情。解到你。我驚愛情。你咁樣驚愛情？我驚愛情。愛情啊！愛情。哦，人哋重色輕友。你個loyal嘛，就唔是講大家冇是介意。就唔是講冇是介意。是啦，這時候你是咁樣愛一個人做你歡喜，還是一堆人做你歡喜？一個人。你想看 in case 伊 loyal，特別 in case 就是講伊當起係咩？哇！了啊！哇！in a set 咯。對啊，冇辦法啦，人哋可能冷嘅死啊嘛。你見就是講你，無你驚嘅係是個釘起死啊！
機關證，但係都冇經掉過，愛整落地，然後四百九都冇經掉。落地。啥物？望行聽到啊？我見路啲。講見見啊！琴日講見見啊，你講啊？嚇，琴日講過一索啊？490咧？愛整。哦，愛整 romantic。我見路啲。你有冇經落地啊？我見落地。等伊 struggle 呢，唔是別話。So OK，你咁晚話25年真正歡喜咧，還是咁晚話90年無歡喜25年啦。25年。25年。歡喜。係咯。我也是 just normal。你20個，你識講你只普通啦，有好難啦。你咁樣我個90歲是20個會 perfect 嘅了，咪就好順順。含先那部入個。I think 我咁樣我個90啊。90我會點90啊？我唔是 number 啦，唔是 number 數，因為我啦殺掉那時那時我個那時歡喜喜下變做成部，伊甜都冇咩特別去啊，話啥？你就是無考啦，你甜有特別咯。卡 OK 啊。你若是講你，若是講大節啦，本是有新嘅物件，你做到歡喜嘅話啦。啊，搞好，你24歲當陣時，你無咩咁走就。OK，我個時候就出嚟啊。我個時候咧就係。係啦，你講聲。你講聲。你是 OK，是講你是愛水還是買命？所以意思講你愛白嘅命，不你真正水啦嚇。還是你是長命？就 capsi。買水。normal 啦。normal 是 capsi。capsi 啦，較好嘛。長命。我經長命。白命，即嚟half啦，嚟40歲。30幾歲嘅咧，哦，水，啊是長命嚟40幾歲嘅咧，長命冇長命 capsi， 長命 capsi， 你水，是落夾啦，別再會落夾，特別你夾加上擺臨格話咯。特別 capsi 有人食 capsi 人做朋友咪成日做，但是有你食水嘅人啊，變做無朋友去嘅身邊，上水嘅人啊，無人甲 approach 食，攞梅話啦我知。John還沒 answer，我咁問 capsi。我咁問 capsi。我唔想。想問？水成個是，水是只第點寫嚟？係水。no。水無就講是 quality 嘅啦。其實講嗬，你一個保單啊。ya wak sisi lang lah. Lu ai cek mai cek. Kasi wak sana lu whatever lu lai. Kasi lai cek ale pautan sisi lang wak. Mai cek. Pautan ah. 你是講借了個微信？等年啦，你講啦，emoter啦嚇。英關微仙丹啊是。唔是仙丹啊，唔是叫安女啊，仙丹啊是做仙的仙啊，然後阿摩丹的丹。食了未？仙丹食未？是人嘅。食vampire 那款嚇。有，但是講都是賣食，那食愛 just wherever you like 落去啦。OK， 我最只聽咪叫梅人，咪食嚇。我讀到，我只聽啦，就係 OK。你今晚你目睭剪掉被不吉
還是你嘅喙，還是你嘅喙齒頭前喙齒，巴肚講嘢你吸嘢你巴肚一件。喲，哪里分哦哟？我講落去，我咁樣講，我咁樣講，我咁樣講，應該我掉過嘅事，Bebek. 嘅我冇一支戲啊。哦，誒解哦，依寫抄車啊，你講到嘅事。他說就是下我攞嘅事啊，一時吹把嘅啊，你別講到鐵特別流地流血啊。哦，佢哋攞嘅事講解。我拉沙被不急咪就是完全做唔到嘅事，真聽。聽咯，哪里分聽？我拉沙喺你聽嗬，較快好過被不急嗰啲咪就真嘅，你哋係啦，自家寫咋？啊！即唔是話，即是話 original 嘅，我頭一擺鐵頭 ，Would you rather a game 嘅 question 頭這就是這。啊，OK，我個講字，我聽你個講，你人咁運，就係嚟了。你咁運齋，你咁運齋，你幾時？啊，等我成個人真。毛毛菇，就係嚟了。係咪嘅？哦，接下來啊，毛毛菇食咩？就係嚟了。好啊，好啊，好啊。下面邊I like 做 pancake。哇，多謝 pancake，安怎係 pancake？好看，胖胖嘅是 BB 嘅，胖胖嘅啊。胖嘅啦。哦。成日要 FO 嘅。OK，大家食嚇講嚇。阿 John 佢哋家己一隻。但係我冇硬詞，要硬詞嘅啫。做咩咯？毛毛菇硬詞，有啲。講嚇，個咪大媽都 question，會講一個。誒，我寫一個。嚇，你講先。嚇。你咁樣無手嘅還是無卡？哦耶，無行靠經啊。冇卡。哪裡本無嘅啦，意思講哪裡無卡。冇手，我咁樣冇手，我咁樣有卡。冇手，當見 Siri 做隻物件啦 ，Siri。特別，你 automated 嘅物件㗎啦嘛。寫咋？未做緊。Siri watch my face。冇手。無卡。我咪講啊，我看過啦，人佢伊無手嘅嗬，伊無迄個 wrist 㗎 ，only hand 啊，唔是規地迄個arm 有啲。用喺攞嚟骨啊，伊係 wrist 骨啊，伊八字啊，我看到。特別冇即是規機冇出，即並起 shoulder 起就冇啊。冇。我今日冇卡手。我今日冇卡。แล้ว我係吹咗。我今日冇卡。唔過我會使用 wheelchair。我個 Apple 卡會使換。我不卡。手嘅行可，冇家裡嘅行可。係做物件嘅行可。係開門門俾啊！你講。係 off 看本地。特別我係你我捌看過你人用卡，你是無手是你卡成個你手呢？哦，對吼。啊！我係買咗佢自己俾下你卡啊，啲人是用下你無手嘅人用卡花嚇。誒，花係水嘅喎。好了呢。你我係卡喺這裡嗬，已經會做隻字物件當game。嚟咗先係冇咧，做 yoga。咗先係冇咧。先頭冇你係壁去搭一地你邊啊？夾頭撈。無手是無手的嘛 ，and then 無手是無手的嘛，無卡是無卡的。嗰是無手是無手的嘛，但係無卡你都幫住。你要仔房啊？無卡你幫住呀？你穿大波啦。冇你做手？你做手，你咪是去做乜嘢幫咯？你無卡啦，你把下本無啊 ，imagine 哦，and then 嗬，你是咚，你淋下下底啊，你個攞未平咧？你把下本無啊？我都冇講無卡吹，我講無卡呢。
你啦巴哈嗰個冇巴哈啦，嗰個冇巴哈。咁就愛講林下咧。嗱，是人家喊那真是講到馬兒啊，就係咯。誒，就係對嘛。有一叫迄個搭波咪是真肥，而且咩伊就無開嘛，伊就會成日驚。冇開冇出了啊！出唔掉。呢是 speaker 嚟就係。Fuji 叫 something like that。Nick 有要講嘅咩？一個要受水。啊，伊個要受水喎，特別伊是生出來係咩料嘅？好了。Nick Vujicic， 伊個係成膠喎。要成膠咋 ？IVF 而家人家借辦法咧 ，IVF 冇到時都能借啲頭頂嘛，會使嘛。而家落係淋巴波。笨淋巴跌咧。呢對成膠。唔，你就是就話你鄧君子啊，淋巴就鐵子呢，就屌。你成日都澳洲練咧。就 basketball 呢，爬起佢跳嗰笪刀。乒乓噃。啊，就乒乓呢屌。少嘅程度先係用世界嘅出嚟啊！就佢本身呢，佢 stock 得攞路嘅團隊。我唔係收練係練淋巴，我係收練係練隻腳啊。哦，依家更當物件啦，你嚇。我按是。你有冇練過啊？我練啊，伊講過啦。哦，你冇練過啊？你知啊？伊有練過冇練過我唔知啦。啊，你時看到來拍菜時，個人走出來活人了，成個就是你三節棍的呢，原來雪人啊，成個你拍你邊你邊你啪咧。即係人會掉嗬，我每個一人啊，有時奧數嘅啊，人講啊，荷人嘅格跌嘅啊，最那格跌嘢，嗰邊啊是人未掉嘅咋。你未掉係咩？人未掉，意思講嗬，嗰邊人活掉啦，就是真甜係一種嘅。哦，你諗下咧，當嚇有可能講，特別諗下嘛是冇嘛，所以講你講一聽你連掉未得呐，特別你講嘅對未啊？嗰都是人未掉嚇對。你是個練超啊是？練字，我真係有練，伊阿妹超嘅。超班啊？你阿妹啊？超班阿妹。哦。像你lu在pipe 嗬，像batu 嘅 pipe 啊，係啊，tembaga 啊。你嘅係 hood。嘅係 hood，啲 hood。我計聽。仲領有收領嘅 society 啊嘛。哇，對啊。成個係你上館呢啊，上地啊，樣誒咪是上嘢。嘢卡樣嘅出潮漲嘅嘛。我下掉嘅你咯，見潮漲咯，佢幾磅西，見潮幾磅西。幾對要？你冇潮多一對。見潮幾嘛？人仔見潮幾西咁出嚟，十分鐘啊，龍個快掉咯。你讓今晚這個節貴杯先正貴啊，咱對聽到你幾個數啊，見潮幾個數。當然啦，落估一下，人會教個10個換證嘅。冇啦，喂 ，Sky already 1 hour 24啊喎。我就換證。YouTube 嗰60個。哦 ，YouTube 嗰60個 ，OK。我每個人。都咁換大海機啊，是大山。海機。山。OK 啦。BM 嘅人 BM。多數嘛是誒，未了個。啊。都大海機咧是有 tsunami， 你大山咧是 avalanche。哦，我講埋 tsunami 啊。哦 ，OK， 你講埋 tsunami 是 avalanche。係對。我講埋 tsunami， 你個可能有機會撲起來啦。你 avalanche 又大了是了人呢。I mean, not only landslide 啦，landslide。
係啦，landslide 啊，你撳暈咗一個，我撳完 tsunami 佢 landslide。我冇撳暈tsunami。tsunami 會使 surfing。那是未曉要，一隻劍跳，注意安裝好，劍跳學電索死喎，超賺。白超賺。咱先正講嘅一死呢，就打死個大水啊人。OK 啊，我有一個較 positive 嘅。OK。你撳完呀，逐擺聽 music 嘅是動到愛唱歌，還是動到愛但跳舞跳舞。哦，你是講你聽到 music 是你撳完就聽到歌咧，你是就要唱歌，還是聽到歌就要跳舞？跳舞。我撳完跳舞。跳舞，我們想。我本想跳一叮當，我佢會散嘅咯。有。แล้ว我是想亂，我是想攞買插亂就人嘅時候，你跳舞啊，較無能亂過你唱歌。then 那是then di stadium 那是di stadium 係是有 national anthem 有跳舞，唔是真啊歹看，大人看咯。我你去巴沙馬拉是幾多咯？跳歌把面認識。我講你是國大嘅啊，你是 from 國大嘅 practicing。巴沙馬拉跳舞呢，特人嘛先。我特擺度呢，我接落嚟。當嘟咧，我就聽到 music， 我就當嘟。我好似聽到 music 嚇，我聽到有嚟歌啦。我先我 Apple Music 我隻 playlist 叫做 Shoulder Bobbing 嘅。我有嚟歌，我就聽到嚇，我 shoulder 安尼喎。我愛跳啊！啊！我到車，我聽到我 shoulder 就安尼。有，代表愛有誒。你讓聽到 music 成個要跳時，當時安怎他們搭落一叮當。外頭。頭叮當。哦。我是 shoulder 嘛，我頭冇叮當，我 shoulder 誒。我笑我真係做我顯我頭，但係我叮當我 shoulder。就是 ，OK， 我之後咪叫佢妹，特別冇咩時間啦嚇。兩杯咁彎，哎呦！等我上個攞講嗰陣時，我成到一行呢，我個咪第二行呢，可能 comparison 呢。想無？未必講得一個呢咯。你咁彎仔，你幾時試？還是夾冇？還是唔知？個仔試啊！個仔試。嚇！你個試是真係人驚物件嘛？你咁彎仔，你幾時試咧？還是咁彎啊？仔你我甲幾歲？這不是樣嘅關係。我仔你幾時試？還是仔你幾歲哦？我知，阿俊我知，如咁彎仔第時試，還是安怎試？哦。安怎嚇？安怎？了，你咪是 try to avoid 了物件，成個你再講你是車浪士啊，好，你是買學車。買學車那是買坐摩托啊！坐摩托，可能浪咧。行落去先可能浪啊真。就是載其實是載其實個載，按照是不是只坎坷啊？即係要就不如曬成個多咗，特別而且你載個電視啊，都多處啊，都咪是。而且你載講你其實試下，特別是你幾歲幾日試下，你梗係 prepare 咯。你載安裝你未 prepare 咯，你唔載講你是馬仔，冇可能是安裝是冇可能是馬仔。所以你是在actually 我按answer。哎呦喂 OK， 九位是。嚟。如人咁運錯，假是嘅有類人，
甲是無類人。喂，等陣你咪講無類人啊歡喜啊，無類人啊，然後無歡喜還是即咪是落地包嘅 question？係咯，咪是落地包嘅。無啦，無類人啊，無類人。我看無類人啊，但是未敢想嘅了。咁愛經的對，咁樣咯，咪是經過類人。Ulan kita ada ulan lah. Tapi OK，你咁話你教英學一人啦，伊無重視咩？我靠自己吹人，特別有類，還是你咁話你對你真好嘅人咧無類？對你真好嘅人無類。無類。無類。因為咪是愛情嘅咯，愛情嘅question。特別伊對你好啊，係咧有類人對你好，特別伊無，伊是有個好過別人個，伊無中啦，特別伊對你好。哦，白。แล้ว另外一個咧是中對你真好本，特別無類。無類，我是無類。誒，我未必係有類。搞不xong。意思講都係可能爆啊。不，let's say 講，我就笑我真正 situation 啊。let's say 講，伊對我想啊，特別伊個靠過別人嘅啦。แล้ว伊個有類。嚇？Daddy 咯，伊嘅厝內邊有包，一個寫意個係咪？特別伊對我想嘅好啦。又買啊？I can't don't 買啊。咪 Sugar Daddy 啊？Because 我冇成日講特別報價特別成幹下玩呢，我冇嘅。我講得成唔使。特別講咧是 ski shopping 哦。Retail therapy 啊，係對。我收到一個。但別人我未聽過，落架了是貴啊，為咗一個有中嘅呢，嗰啲人。對。哦，可能我一人先別貴，可能我一人氹類呢。特別對你想喎，你讓感情想是講在一個考試別人嘅啦。讓別人哪個了？我 A 喎，頂。別使啊！特別就對你想嘅咧好，但係是講你外口有人無人滿好係，你是感覺想嘅，是講你在嗰個外口有人嘅。我冇知道，因為我感覺到只垃圾咪鬼死嘅滾。了，等陣有一日迄個小三就來甲我請假會。啊，亂啲呢。OK，我講一個。你今日伊外口，伊就說住你紅是無啦，伊食發 fit 啦，佢就出去外口自吹。你今日伊有是一個，哈哈，最好。你今日伊有一個，伊有心思甲另外一個第二個，還是無心嘅，干那出去外口滾呢，才一個。嚇？你紅是無啦。外邊有一個呢 ，that means 有兩人啦，你跟另外一個人啊，特別伊是中啦，跟那個伊呢，還是伊無屬甲伊嘅外口人嘅，個了伊跟那屬甲你一人呢，特別伊就會去外口去吹別人，吹雜某吹雜某呢，特別無感情嘅啦，係你是做笑。你是講外口idea有關，還是無關啊？你講個 open relationship 安尼啦。嚇，特別無 attachment 啊，嚇。你咁樣冇 attachment，แล้ว佢去個口人自己人做無相嘅人，還是咁樣有 attachment 有屬甲伊特別一人呢？一個寫意啊！哈，我咁樣驚無相嘅。係咯，我們講。即嚟咯。所以是為感情啦。有 attachment 呢？你咁樣有 attachment 一個啦。啊，你有啥物呢？你這時啊，有較 high chance 有咪啊 HIV 啊是 AIDS 嘛，唔是咩？唔是 HIV 啊，夠只這個。一個呀。所以你咁樣一個啦。一個啊。啊，飛使講。你曉驚假啲啲。咁樣試下，成個我講，還是借一隻先糖，還是？我借一隻先糖，還是就啲先糖嘅你啲嘅咧？你啲是個先糖。
你無 option 無嘅時，就是講咁樣事。四百九啊！誒，就你要揀一腳人阮啊，因為你一腳人有病啊，伊嘛是會掉掉路。伊會chance 夾地嘛，唔是？係啦，是那個地啦，但係你唔知講了。伊掉嘅是讀水咯，夾自私咯。OK，咱 avoid 啦 ，avoid 講即個看病嘅物件啦 ，OK，avoid 即個啦嚇。我是感覺就講，你一人呢，你較定心參咯，你較會按怎講心痛咯，你大日 face to face 嘛。然後你去 group 嘅嗬，是開一人嘅，你唔知愛去攞住住，嚇。你冇應攞就係咪攞啦？係 yes， 啊。所以你是驚，你是驚，你唔是驚，你唔是驚，你無伊嘅心，你是驚無伊嘅心，唔是驚無伊嘅心。喂，我來了。Hello，來歡迎你啊！我係講我 answer。得一 question，你喂，你有累嘅無累嘅先。得一 OK，有累，特別是特別外口有吹人啦。嚇，แล้ว無累是中嘅。中嘅。十萬幾有累嘅咯。搞我笑。Because 啥物事 ？Because 說，哎呦，這邊會講哦，是 OK， 我because 說有經過嗬，甲無類人啦嗬，我甲你講，伊對你又好本好哦，你有只做物件嗬是別，I mean 講你是愛做嘅物件啦，別做就哈。你甲伊講落安尼，等下伊個袂 support 到你喎，你等下你明白哦？無。就講 OK， 譬如講啦嗬 ，OK， 譬如講你愛參物出去啊，啥物啊，嗬，你伊無累喎，你安怎啊？咱除咗留到厝食即pancake， 健康面。但是我會就講，even though 一個嘅真好啦，面講伊對你真好咧，伊真正曬養你本好，特別伊只做物件。未做到嘅喎，你安怎好啊？你看，你若是講係你有累嘅咧，個無成啊喎。這物件無用累都會做嘅嘛。就有累嘅，伊都無隨路嘅，伊只係甲你嘿做呢。After that，伊就電路啊，你愛做咯做咩啊？你做講伊感情無，你咪亂我搞啦，走。啊，感情無變嘅，我是講。講是講對你成無變嘅，嚇！伊對你上，若是講安尼款 OK 啦，伊咪成日講伊對來是甲你安尼咧就走了嘅，安尼款就賣啦。咧特別若是講伊有累咧，咧人感情無變咧，特別伊外口可能伊管啦嚇。伊去投資啊，咪冚一柄目睭咯，咧開嘅累咯，開嘅少啦。好少啦，又咁故講去 shopping， 對啦。了第二個 question 上面你撳完係咪咧下頭成白路呢？係上面？你撳完你要做第二嘅，無還是按還是你伊是跟他出去吹人呢？伊無感情嘅嚇，無 invest 感情嘅。所以你愛的是，你再講伊外口有一個細波啦，是另外一個翁啦，一個大波啊。then 伊無出別人嘅，跟他擼個另外一人呢，還是咁玩，伊跟他擼一人，伊只有愛咧，像那個是 sex 啊，去吹去精神病。我睇意思咯，你嘛是無意思嘅，你講做只誒。無啦，就是有你經咯。哦，你是講壁條係景啦，壁條啦。啊，邊啲學嘅呢？即係是你播咁慣就是你看你嘛，你特別播就係嘛，被播哎呀。誒，John，啊，我出去啊，我走啦。OK，我你啱啱佢出過啊。啊，出去吹冷氣。啊 ，OK，拜拜，結關車，拜拜。你看到喂。喵嚇，我感覺就講嗬。我未接受講，伊成日講外口有一個人咯。
了，那是你未接受第二类咧，外口食济咧，特別無愛樣嘅，呢是實際。實際你咪學我制啦。特別你知。嚇？你知？哎，學我制啊！學我制，我哋日到去提冷了。咪學我制啦，你直接咪學我制啦。特別嗱時講要女嚟講，要咪學女嚟學一契咯，我咪契女報少咯。係啦，咪叫女就搞掂㗎啦。冇，I think 未咯，我未接受講喺外口有另一個 permanent 嘅啦，成日講我感覺就講咩？你會接受咩？你咁運咩？你講我冇咁運咯。John 都冇經歷過 John。我咁運咩？我是那是講，特別人講話，我是教四百九嘅你想，我只驚病物件，所以伊 high risk 嘛，你看，所以伊帶病都來咯。外口就是嘅，對。我今日學以前禮拜呢咧學，at least 我仔嘛。啊，你嘢係碌布啊！你禮拜呢有啊冇病哦？冇你仔啦，即是 guarantee 啦。even though OK 啦，一冇嚟講特別你特別計分享，你知哦。你會咩？對我嚟講，哦，嚇，你會啊？點會？別你。I mean 講正發生嘅事啊，冇想講啊咯。特別那是講伊對我正，伊是成啊，那是講伊歡喜，特別伊個 still 被成個伊個成 fulfill 伊當今做物件 duty 嚟講 OK 喎。特別你知我 history 嘅嘛，嗬 John。嚇，我知個了你 history 掉。嚇啦，so 暫時正發生嘅事，是真正坎坷嘅，我跟你講。我明白。嚇，แล้ว所以嗬，對我嚟講嗬，我一聽到安尼款嘅物件咧，就是 nightmare 咧，我跟你講。你話你係睇邊一隻人是睇隻腳啊？睇一隻腳啊！睇隻腳嚟睇隻腳。伊本地就解怪啊嘛，睇自己呢。無，你成日講伊外口有隻濟人啦，特別本是講哦，啊啲款咯，伊特別 allow 講話本會使咯。哦，你是要講病咧？對喎，你會出去食，我嘛出去食啦，對哦，即個物件是安尼嘛。如果是 open relationship，還是 polyamorous 啦？你特別 OK，如果一隻腳人咧，你要。一隻叫人，你係 open relationship 還是你係 polyamory 啊？你個 repeat 佢，但係你睇下啫。外口會使有一間啦，I mean 講。有路會使有一間，特別啦。還是伊外口隨一隻人，你外口會使隨一隻人，所以就係咁樣。若是講，我本會使去隨嚟講，我 OK。多謝。哦。你明白哦？我咁晚，你會頭食了，我本會使頭食，特別對來咧，嗬，你特別會曉切喙就耍了啦，你看。所以未使講有咁靜嘅別人啊。袂使，我未接，所以我係小氣啊。我，所以都咁晚就傾啦。或者咱其實另外隻 episode 是咁樣可能講嘅咧係啊。唔係啦，你講話，你係報告我 history 咩？笑。我唔是我報告，你自己報告。冇，我是講對咯，頭我咁運咯，那是講羅冷白白，會使頭隻嚟講啦。你講咖啡嘛，對嚇，你講我就 OK。แล้ว你講，哇，你特節愛。即係坎坷嘅啦，總之嗬，一直講愛去伊傾人嘅厝呢嗬，你就真正負悔了，我就講。你去對下傾你厝啊？冇，I mean 講你若是講伊是有小三啦，你等下伊甲你講，哦，我當日愛去陪迄個小三，哇，你會打閒咩？特別你家己找一個小三阮啊？
小事啦是。 OK OK。小事。如果爸嘅一個 add on 入去，那是講伊愛叫講三個同性咧。哦，你 polyamory 啊，還是polyamory 是做coexist 嘅了個。unless 佢肯人本事我係齊啦。就會講啦。我 last time 冇我冇讀過人哋講嘅物件啊，我就是講伊肯借來借去啊，借來借去就是講，你三個做在借來借去。unless 是講伊是我嘅財本咯。特別哦，但是你是好朋友誒，你咁樣你嘅小三是你捌嘅人還是你唔捌人？哇！白嘅啦，係啊。我驚唔白嘅。那我驚唔白嘅咯，白嘅白哦，自己哦，感覺到就係亂倫啊，你看啊。你就計就食了啊！你就是講伊係三人行，哇塞！你做多一個房間裏邊咧，你看到你 friend， 你未感覺到講咦？特別你就是講，你捌到一個暑假嘅人啊，了個一個你 ex 你本暑假嘅，下啦當三日就嚟行嘅喲，咪是歡喜啊，是 paradise。暑假嚇 ，OK 咯嚇 ，OK 咯。OK 啦。嚇，你講 OK 喎，我感覺到。你睇我係實隻攞你嘛？梗係有一個記啦，咁了，梗人講嘅會少一個記。係啦，就掉啦咁運嘅嘛，即係面嘅就。咁運嘅嘢啦，有件事。嚇，你那時講一除掉嘅事，唔是你搭嘅路又冇實意嘅。OK， 嚟。路按照唔是。我個一個呢，但係我都係一個呢 ，OK， 你有一個啦，你愛情啦，你人做只誒是頭一個你咁運，伊甲你做只誒。特別伊無歡喜，特別伊驚甲你做只誒，啊是你咁樣放伊去咧，伊歡喜。講嘢啊！放伊去。แล้วรู้จักเก็กซิมอิงกวน 放伊去。講嘢啊！放伊去。定伊去。定伊係是放伊唔使啦。because 你是有伊就是伊無歡喜嚟講，你是本是無歡喜啊，就是講對。你理由是。伊個大個女正伊心無大個女，你唔是無歡喜啊，是。Yeah。咁人想，咁人想。真會。啊，我唔制喎。啊。But John question 是講，伊愛你，tapi 伊無歡喜呀嘛 ，right？ 啊，伊咁問個女做只誒。tapi 伊無歡喜嘛 ，tapi me myself 歡喜嘛。你話 it depends 啊，就是講看你咯，你歡喜無歡喜咯。對，毛菇講係，但是講伊無歡喜，特別我熟咧。嚇，你就是講就是看你咯。所以你袂伊 ，OK， 安尼講我咁運，我笑。你咁樣，你笑伊無歡喜啦。對。係啦，你家己去想辦法，家己去歡喜啊啦。對咯，該做書啊，這會係嘛？我係放伊去喎。哦，嚟 debate，安尼偉大，特別問題對啦，對看起來就偉大啦。你我係只上心喎，舊時伊。我感覺是講，伊無歡喜，你咪看到佢無歡喜。因為人哋看特別你歡喜，特別你看到伊就是無歡喜。冇，特別伊無歡喜，然後特別伊個小愛女啦。伊愛大個女啦，愛老個女嚇。啊，小姐。I think 這個咧有關係，我同你講。你講嘅隻物件嗬，伊是 starting from 伊，若是講一個人愛頭食啦，伊應該是講啊對女咧，伊無歡喜，特別伊少個愛女，特別呢，伊無歡喜嘛，伊嘛結果較找別人咯，即個咧有關係。講啦，講是伊無歡喜，伊假如別人比較少責任，特別咧，責任，特別咧，伊是無愛女嘅。嘅學話嘅嚟噃，有一隻佔啦，嚇，有一隻佔啦，有嘅人嗬，就是安尼款嘅咯，
我捌着的人是安尼款的咯。只姐啦，我聽講那是責任咯。because 伊甲愈安尼濟年啦嘛，咧 suddenly 我愛離開愈了，等下我唔知愈安怎對。嚇。嗱，我另外一個姐妹咯。啷咁玩 iPhone 還是啊？咁樣嗌咩？咁玩 I 每 the other way round 是都是係咧，咁樣唔歡喜為哦，佢啲時候你冇唔歡喜，就是你咁樣唔歡喜啊，為咗最近 volleyball 咧，就是哦，你等嚟講啦嚇。你咁玩，你識你是伊嘅紅，還是你是另外一方面啦？你咁玩老掉，為咗直接老掉甲你紅，甲你補，還是歡喜了離開？哦，我是離開咯。嗱，坎坷特別我是咁樣離開咯。我打算是我無歡喜嚟講，我嘅紅包滿無歡喜嘅。你問你做你紅包歡喜，但是你家己無歡喜，對。無，我為咗責任咯。because 我記得講我記得，我是做錯了，我覺得是我壓力在懲罰了。this is as a 懲罰。咪就考呢裏面啊？識啊！人我是考嘛，因不啲人人挖起來是考嘛。我是無哦，我是特別我唔是講歡喜呢，我是被正 peaceful， 我唔係想講直接數呢，平靜嘅呢。啷咁問愛累還是愛平安？平安。特別平安少開不多國家就有時。別啦，安尼我嗰時愛累有累嘅啦，有累就是 security 啊啦。有累就是有平安。有累，你有累啦，特別你國家發展嘅喎。係有累，真係有累，特別你國家發展嘅。แล้วจะ平安 W 冇處對嘅落邊嘅，คิดจานเลยไม่ล่ะวันเดียว平安講啊，平安，你成日看你韓國戲 Parasite 係咩物件？韓國戲 Parasite 啊，我冇看過。問 spoil 啊，問 spoil 啊。無類人，特別就係有時只平安啦。對。啊，你 Parasite 就是被 challenge 喺 class 嚟。對。好看，你去看。我冇看咯，就是我要去看了，我人講，哎呀，我冇 mood 過，嗰隻戲我特別等到 mood 是要去看，แล้ว你冇啊，冇 show 啊。maybe 當 Game After 嘢，你 Golden Globe 我即係樣可能佢辦過唔知。maybe Netflix 喎。啊 Netflix 個較好啦 ，Netflix 個較好咁咪好。還是 Amazon 還是咩？係。仲90分鐘啊，仲。嚇90分鐘一下 ，OK。咁咩？啷咁問即節目咧嚇聊一當 game 咩？還是咁問落緊3點鐘？唔係聊。OK。一個是呢個啊 ，piercing 呢個。嘅。OK，講我平靜一下，แล้ว各位聽眾每看啷希望啷先正紅包賺一隻，แล้ว可能播佢啷至少佢嘅話講嘅問題佢每類出來人可以咁話嚟做咩？每日幫佢咁話嚟咁話你愛個口隨另外一個人小三，還是每類啊，然後小佬啦佢，我小鮮，我隨小鮮佬啦。小鮮肉啊，小鮮肉是你白我識地啊。啲啦，食裏面後生嘅波啦。Spring chicken 啊。嗱，即係毛菇地搞啊 ，Spring chicken。這咯489。啊，阿咪。
小鮮肉啊！啷咁玩愛微微娃娃還是絲襪狗？我走我先。哋絲襪狗啦！哎呦，梗係冇下面啦，微微娃娃。但bagi mukanya. Tanya微微娃娃，咱冇 promote 啫。係咯，呢度冇 promote 啊，冇嗬。promote 咯。我冇喎，暫時。我叫你 link 嘅嘛。對，我有去聽。你有去聽啊？你冇去幫啊？叫我去聽。冇去幫出去啊！啫，你教我講一個背後。OK。你教我講一個背後嘛？我咪是一個背後幫哦。嚟 promote 啫 ，promote 啫。啊。你 promote 啫 ？promote 下面。喲。哦，你係你啊？哦，咱係你啊？OK。咱特別用福建話講嚇。不過，我有一個新嘅 show 叫做唔是新嘅 show，是咱停咗6年後咧 continue 嘅 show，就是丁德玲加丁德樂清了，即係會記去收聽啦嚇。特別呢，我哋是一個月呢嗬，跟人攞到呢。一個是丁德玲啦，一個呢是丁德樂清。嚇，你看咧，特禮拜三，唔是特禮拜三，內禮拜一到。那邊差別，總之嘅 subscribe 就一出來就是很聽的，一個月你才要聽第一擺。嚇，對。嚇，一個月聽聽一擺。你會記支持啦嚇。使一啲。OK，唔知有人知 ，I think 佢哋播緊啲唔知啦，或者 show。係咪？這個 show 呢是我甲微微娃娃做誒，定得另嘅就是一個我講逼我家己講 Mandarin 咯，然後定得落正是逼我家己講河南話，所以20 minutes 上面 show 裏面我特別講河南話，是講 Mandarin 嘅。我比較講 Mandarin。你有聽？你有聽？會曉聽淡薄。แล้วเราสิลองไปจ่ายแล้วหน่อยสักกี่ดิ้งเดลิง DING ดิ้งเดลิงแล้วเดี๋ยวใส่ที่อาจจะบาลูกาชุดเอพิโซดไม่ใช่บาลูกาชุดละชุดเอพิโซด定有叫咩奶茶風下人講奶茶風嗱 sample 啦我講about 奶茶試論我叫講話你呀OK 不過你有換成我的眼睛嗎？我不知道哦。我們是 video 的時候有，你看那個錄，我們是video 的時候。定得落精咧，定得落，我嚟啥？哎呀，唔知。啊？我 YouTube 嘅會啊。冇 YouTube，就啲即個 podcast 嚟。bằng嘢係定啊。bằng嘢是啲 podcast 會 subscribe 啊。即係當然啦 ，Spotify 冇有啊就。可以看 iTunes，我 Spotify 冇有咯。我冇 Spotify。係你 iTunes 冇有 iTunes。我有 Apple Music 嘅時候，有看。OK，咁我這邊先一下，第禮拜特別嘅入邊咧，就是 sorry，同埋 audio 嘅啦 ，YouTube 嘅人冇 audio，特別今日我哋應該是 fix 啦，還是話 time。講我這邊先，我特別嘅入邊咧，就是話如果嚟老椒魚娃娃，別使講絲白狗、毛毛菇、花鹹店、加走起嘅機關情，哇！個 miss 就撞咯，個豆嘅。英國啲吉豆嘅，冇嘅講啊，冇線，冇買，實際特晚冇講是段波啫。OK， 拜拜。拜拜。我除咗唔掉手，唔掉手嚇。